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寡台语文咱真接看到，不过其中有一寡用法，可能大家感觉淡薄仔切分。其中像讲有一句话讲，是毋是问家己？这个意思就是讲做代志，大家凭良心，对或者是唔对，家己心肝头上清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是”，是第7条，是代表安尼，代表是肯定的意思。咱讲就是卖当用来说明，像讲这是我的，另外嘛有加强语气的用法，像讲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意思是你做你，我做我。另外这个是冇咱现代较青分的用法，像讲有分别清楚的意思，像未得是就是未完，那咱讲算未得是就是算未完，看未得是就是看未完。同款嘛是现代，咱较罕的用，也阁有见摆意思，像讲是到就是大概过到，是暗就是大概暗时，上尾也阁有真正意思，像讲伊是好人，代表伊真正是好人；伊是叫嚣，就是伊是一个有胆识的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叫是，就是掠准安怎，以为安怎，料想的意思；第二个词看是，就是叫人豆豆来，慢慢来，唔免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大家拢咧排队，我头前这个人徛伫边仔看是，人已经慢慢行位头前去，伊拢无叮当。我叫是嘛咧排，原来是来看热闹的过路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